PPICOM 底线 AIXIN Photon， 后面还跟着一组室内电话06-689-6526。资讯量其实蛮大的。这张图的标题就是写着爱祥佛堂。其实如果各位听众有在关注这类文化现象，应该会觉得这张图非常的吸引人。确实，我觉得这张照片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采用了一种分割画面的呈现方式。也就是左边是建筑外观，右边是内部活动，这样。没错，这种对比本身就是在说一个故事。它不是一个单纯缅怀过去的时空胶囊，它其实是一条线，关于外在的世俗，还有内在的神圣。外在与内在的界限。那我们要了解这个空间哦，可能得先从抵达这里开始讲起。我们把视线先放在图片的左半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外观。你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说话，你可能会想，一个传统的信仰中心为什么要让自己看起来这么像一栋普通的办公大楼？这个外观真的非常低调，低调到不行了。这是一栋3层楼高的深灰色建筑，然后线条很方正利落，给人一种冷调的庄严感。没错，除了顶楼那个由右至左写着唐佛祥爱的古典牌匾之外，对，就只有那个牌匾，不然你完全找不到任何那种飞檐翘角啊，或者是红砖绿瓦，连那种华丽的龙柱都没有。取而代之的反而是非常现代的设施。真的，它1楼大门口甚至搭了一大片黑色的遮雨棚，下面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车子，什么休旅车啊、房车都有。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细节。老实说，如果拿掉爱祥佛堂那4个字，这栋建筑看起来简直就是连锁健身房，或者是某个现代化的社区活动中心。我完全同意。所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个宗教场所会选择这么就是隐身于现代日常的外观呢？其实这种隐身于现代都会的设计它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要降低地理跟心理的门槛。降低门槛怎么说？你想想看，传统的庙宇往往是聚落的中心嘛，人们需要特地步行过去，甚至要跋山涉水去朝圣。对，以前去拜拜是一件大事。没错，但现代人的生活是点对点的通勤啊，我们的时间被极度压缩了，每天都在赶时间上下班。所以这栋灰色的建筑，加上那些停满修理车的遮雨棚，说明了他放弃了那种与世隔绝的高姿态。也就是说，他选择让自己变成一个变色龙，融入我们这个都市丛林。对，这是一个很棒的比喻。信众不需要去改变原有的生活模式，他们可以直接开着车，沿着日常的导航路线过来，然后就把车直接停在门口的遮雨棚下面，超级方便。讲求的就是一个实用性跟便利性，完美嵌入现代人的生活节奏里面。可是这就衍生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如果一个宗教场所外表看起来跟镇公所一模一样，那他要怎么维持信仰最需要的那种神圣感？这正是它最巧妙的极致所在了。哦，怎么说？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跟着照片左边的人群推开那扇门，走到右半边的内部空间去看。好，我们现在走进去喽。当你跨过那道门槛的时候，其实你正在经历一场极度精密的空间心理学操作。空间心理学，我刚刚看照片里面的内部空间，确实有种很强烈的视觉暴击感啊。对，反差非常大。讲者背后是一整面极度繁复、闪烁着金黄色光芒的传统神龛雕刻，跟外面的冷灰色相比，里面简直就是一座黄金宫殿呢。这就是视觉设计的刻意安排。但我必须质疑一下哦，这种反差不会太突兀吗？突兀？你觉得会很有距离感吗？对啊，你想想看，上一秒你还在外面找停车位，看着灰色的水泥墙，下一秒打开门，突然把你丢进一个金光闪闪的传统神圣空间。这难道不会让人觉得很有距离感，或者说甚至有点精神分裂吗？这会不会就是他的目的呀？你觉得突兀是因为你的大脑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剧烈的感官切换，这在空间心理学里面叫做感官剥夺与超载的交替运用。哦，感官剥夺跟超载。没错，外面的灰色建筑其实是先剥夺了你对宗教的既有视觉期待，是让你的情绪处于一种比较平稳，甚至有点世俗的状态。对，就是在外面不会觉得自己要去拜拜。然后当你推开那扇门，进入一个充满黄金反射光线，还有满满繁复图腾的空间时，
你的视觉瞬间就超载了。哇，所以这种瞬间的震撼是刻意算计好的。是的，这种震撼会强迫你的大脑进行一次，我们可以说是认知重开机。认知重开机，你的意思是用这种极端的反差，直接切断我们刚刚在外面为了找车位或者是回复工作讯息的那种烦躁感吗？一点也没错，神圣空间是需要被明确划分出来的。啊，我懂了。如果外面也是红砖绿瓦，你从远处慢慢走过来，那个神圣感是渐进的。就比较没有那种切换的感觉。对，但爱祥佛堂选择了瞬间切换的机制。当你一踏进去，金色的神龛就在告诉你，世俗的烦恼到此为止了。你现在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维度，是这样吗？完全正确。这种切换机制的解释非常合理耶。不过我在这张内部照片里又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冲突点。哦，是什么细节？虽然前面是充满敬畏感的黄金神龛哦，但你仔细看信众们坐的椅子，椅子？对，那不是什么冰冷庄严的金属折叠椅，也不是那种让人震惊围坐不敢随便靠着的红木太师椅。哎，我看一下啊，那是藤椅耶。对，那是木头框架，椅背是藤编的椅子，这种藤椅超级有台湾味的啦。真的很像去乡下阿嬷家客厅会做的那种。没错，就是那种通风实用，结合了传统台湾风味的家具。这放在一个黄金宫殿里面，不觉得很有趣吗？这个观察非常的细微，这其实就是佛堂在敬畏感与亲切感之间抓到的一个平衡点。敬畏跟亲切的平衡。对，视觉上那个巨大的金色神龛负责建立神圣的距离感，但是在触觉和身体体验上，藤椅提供了人间的温度跟舒适感。等于是说，视觉上让你觉得神明很庄严，但身体上又让觉得很放松。是的，它在暗示信众，你在神明面前虽然渺小，但你在这个空间里是被接纳，是安全的。哇，这个设计真的很贴心诶。好，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个空间的硬体机制啊，灰色的外壳，金色的神龛，还有亲切的藤椅。硬体的部分很精彩。那这个空间的软体呢？也就是这些人到底在里面做什么？照片的右半边完全颠覆了我对传统佛堂的想象啦。缺席，这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会出现的场景。这不是那种烟雾弥漫，信众拿着香在那边跪拜，或者是法师在前面敲木鱼诵经的画面呢。对，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场讲座。这画面真的太有趣了，简直就是把 TED Talk 直接搬到了传统佛堂里面。TED Talk，哈哈，这个形容很贴切。你看最前面有一位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深色长裤的长辈，他手里拿着麦克风正在讲话，而且他旁边还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东西。对，最夸张的就是那个，在那个无比传统的金碧辉煌神龛旁边，居然降下了一个现代化的投影幕。没错，上面很明显正在播放简报或是影像。讲者还对着投影幕在解说，传统神明在后面静静地看着你用 PowerPoint 讲课，这传达了什么样的信仰传播方式啊？这正是最迷人的地方了，这代表了信仰的现代化传承。现代化传承，所以把投影机搬进去，不是为了破坏传统咯？当然不是，这证明了宗教并没有停留在过去，他们非常懂得运用现代的教育工具来传递理念。把信仰转化为一门可以被理解的学问。对，因为传统那种单向的诵经或膜拜，已经很难满足现代求知者的需求了。现代人习惯看图表、听讲座。确实，如果只讲求玄妙的感应，年轻人大概听不下去。所以他们用投影幕来解释那些抽象的教义。而且你可以注意一下台下的听众，听众非常专注哦，而且很多人都穿着统一的白色上衣。对，这也是一个重点。有些人还戴着口罩。这种统一的白衬衫给人一种高度的秩序感呢，感觉他们有一个很强的社群凝聚力。没错，白色制服在宗教语境中通常暗示着抹除阶级。也就是说，不管你开的是外面那台100万休旅车，还是骑机车来的，穿上白衬衫，大家都一样。对的，这说明这不仅仅是个人信仰，大家聚在这里更像是一个有组织、重视平等的学习型社群。
戴口罩也显示他们跟着现代社会的脉动在呼吸。哇，真的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实体耶。那我们已经拆解完建筑内外跟人群的互动了，但这份资料还有一块不容忽视的线索。那个隐藏在档案名称里的数位密码。没错，图片下方的黄色大字写着爱祥佛堂，但那个档名 APP Icon 底线爱信佛堂，以及那一组台湾的室内电话。这个真的太让我震惊了。APP Icon 就是应用程式图示的意思吗？对的。也就是说，这张图可能是为了一个手机 APP 设计的图示。一个拥有实体金黄色神龛的佛堂，居然有自己的 APP，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真的，但我这里必须用力的挑战一下这个做法了。好，你说。我们刚刚才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你必须推开那扇门，经过空间反差来进行认知重开机，才能获得神圣感。没错，仪式感很重要。那现在，如果信仰变成你手机荧幕上的一个小小 APP 图示，这会不会削弱了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走进神圣空间的仪式感呢？这个质疑非常有洞察力。如果 APP 是用来完全取代实体佛堂，那确实会削弱神圣感。对嘛，就像是在华外送平台一样随便。但如果我们把这三者，也就是实体外观、内部空间跟这个数位 APP 看作是一套全面的进化呢？全面的进化，这怎么说？这个包含电话号码的 APP 图示，其实补齐了这个佛堂的3度空间。它代表信仰机构为了服务现代的信众所做出的进化。也就是说 ，APP 不是替代品，它是神圣空间在虚拟世界的延伸。完全正确。现代人的时间太碎片化了，不可能每天开车去听讲座。所以他们主动出击，把教义送到你的口袋里。对，无论是开车来听投影机讲座，还是滑手机看 App， 核心都是为了让教义更容易被接触。那档名里面那组06689-526的室内电话呢？塞在 App 图示档名里，感觉很冲突哎。这反而是最巧妙的，在虚拟的数位空间里塞进一组具有强烈实体地域性，也就是台南06开头的室内电话。哦，它像是一条无形的绳子。没错，把虚拟世界牢牢拴在现实的土地上，告诉你这个 App 背后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空间，有人会接听你的电话。哇，这机制太漂亮了！被这样一路拆解下来，我对这张照片完全改观嘞。这根本是一个将传统完美接轨现代的精彩案例。确实如此。我们今天真的看到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故事。灰色的现代建筑外壳用来降低门槛，金色的传统神圣内在用来认知重开机，还有结合投影科技的讲座现场，对，以及最后延伸到数位世界的 APP 布局。其实，在我们今天探讨告一段落之前，我想抛出一个延伸的思考给各位听众。哦，什么思考？我们今天拆解了这个佛堂如何平衡现代与传统，这不禁让人思考，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哪些对你来说很神圣或很传统的事物？例如靠家庭聚餐的习惯，或者是某个私人的仪式。没错，面对这些传统，你又是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或新的方式去保留它的核心价值，同时让它适应你现在的生活节奏呢？哇，这个问题非常发人深省。或许传统不是要被封在玻璃柜里，而是要找到新的转接头。是的，让它继续活在我们的日常里。感谢各位听众今天参与我们的深度探讨，期待你们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身边那些看似平凡却充满故事的建筑与空间。我们下次见，拜拜。